继续同款是花莲地震的消息。伫今仔日翻点过1点40分的时阵，花莲发生规模5个地震，而且从4月初3的地震以来，已经发生1300多个地震尾啊。有学者就表示，差不多有9成的地震尾拢发生伫咧岭顶断层，大部分的能量可能已经拢透放出来啊。也拿地震测报中心讲，若照921的经验来看，地震尾可能要3个月至6个月才会变较少，所以民众要是要特别注意。控诉03花莲规模7.2强震是台湾对921以来规模上大地震。学者观察控诉03了后，一直出现地震尾，不过9成拢发生伫岭顶断层。观察控诉03主动的所在，基期同一天较大规模6.5地震尾发生伫立雾溪口。4月23起连续较密集的地震尾，较大规模落伫基期，拢伫主动破期这边的南北来来回回。研判主动依然伫用着调整。不过岭顶断层可能已经释放大部分的能量。南边还有将近100公里的断层在那边，所以我们另外一种思考是说，你北边这个70公里已经开始动了，是不是因为北边的应力在调整的过程会影响到南边？学者分析，岭顶断层属中国断层系统的北端加中南端的水水断层、地上断层以及路野断层相连。强震了后，整体中国断层系统的应力的分布要过来观察。以1951年华东地震为例，当年10月2日，伫花莲外海发生2层规模7以上地震，造成美仑断层的损毁。1个月了后，玉里到地上中间发生规模7.1强震，造成水水断层、地上断层加玉里断层损毁。不过，地震测报中心认为，地上断层因为伫2022年发生过规模6.8地震，估计当地累积能量已经有一寡释放。可能说那边的能放有数会去释放，但会不会再发生1951年的状况？目前是没有比较有可靠资料去统计，真的没办法判断。地震测报中心讲，这种控诉03地震也一直地震尾有继续衰减的情形。不过，以921的经验，地震尾可能继续3个月到6个月，期间因为较大规模的地震尾，佮带出一群比较较密集发生、数量较多的地震尾。民众也是要注意地震尾，做好防灾准备，莫过度惊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